生命伫人的香中间有伊的尊贵。你若去看《雅各书》第1章第18节，你讲不用真理的道生咱，也互咱伫伊所做的中间，亲像头水的果子。所以咱上帝用道来创造咱、生咱，伊创造咱的中间，亲像头水的果子同款。咱知影头水果子是啥？上香、上甜、上好食。对这经文雅各书的中间的记载，咱就知影，上帝听你甲听我，伊看重咱每一个人，无论你的职业是贵重的，是好嘅，是颂扬的，上帝拢听你。啊，你隔壁来讲，耶稣听你，嘛听我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是听，上帝是听。你看这不是咧讲上帝较有听，那是上帝本身有听。上帝本身就是听，听是上帝本质。上帝无想要做你。因为伫三位一体的交配中间，其实上帝无需要做一个人讲，我无伴啦，我来做一个人来甲我做伴。上帝其实无寂寞啦，伊做你的目的是要怎？显明伊听你，显明伊听你。阿门。若假使无上帝，咱每一个人只不过一个意外，伫宇宙中随时安尼出来的。有一个囡仔讲：“妈妈，我安怎出世的？”话妈妈歹势讲：“你著安怎出世的？”我会甲囡仔讲：“你著对石头安尼走出来啦。”伊讲：“哈，我对石头走出来。”我毋是，我的爸母毋是拿石头。你我的产生，你我的出世，毋是宇宙中随时安尼出现的。那安尼，咱读圣经毋免读过啊。咱的生命嘛无意义，嘛无目的，嘛无要紧，因为咱是咱就无意中就走出来吼。话讲妈妈，我安怎出世的？你我都无说你，甲恁爸无说出来啊，你都无说出来啊。囡仔听讲我毋是你做伊备办好的生出来啊，是无说伊生出来所以人讲莫怪甲我号做罔饲啊啦。罔腰啊啦，你看这，咱每一个人的出世，拢是上帝看做好，看做宝贝。你的出世，也是你的父母看做宝贝。阿门。讲到这，我若逐暝看阮上阮咧困时，伊咧困的时，我拢偷偷走伊的身躯边。甲稍稍的、摸摸的，甲头枕两下，我较走去困。摸伊两下，互我得到全身躯的头发。看到囡仔顾喙咧困，咱做是大人的，感觉真安慰。所以法利克牧师伊讲，只有当咱用上帝生命做根据，咱才会当找到人生的意义甲目的。有影？当咱用上帝做生命的根据，咱才知影上帝听你、上帝造你的意义甲目的是啥物？你就会知影，我存在这意义，伫这世界意义，就是要为着上帝存在。阿门。所以咱看到上帝呼召一个掠鱼的，咱毋是讲掠鱼的毋好，总是上帝看重一般的啦。所以上帝呼召西门彼得安伫咧圣经甲咱讲啥？耶稣甲伊讲，咱做来读，预备来，伊就甲因讲，来对我要互恁得到人，亲像可以的。西门彼得甲安伫咧听见耶稣呼召的声，来对我。了解，当咱是一个愿意谦卑的人，
咱的确是真做愿意听主声音的人。约翰福音第10章，耶稣讲：“我的羊听见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也对我。”约翰福音书第10章，安尼反复咧讲到，我是好的牧者。这两段经文，你带出一个中心的思想：我是。亲像上帝捌为着曾经是做奴仆的奉掠的百姓讲：“我是自然而然上帝。”摩西甲上帝讲：“啊，你爱我带百姓出去，啊，法老啊问我讲，我是啥叫我来？”上帝甲摩西讲：“你家讲，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，叫我甲你讲话。”咱来去看以赛亚书第46章咧讲，圣经讲，因为我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，我是上帝，佫无别个会批评我。你看这犹太人因一直咧毋望一个声音，就是有一个弥赛亚正做因的拯救，脱离因受压制的君王的事。所以了这咱看到，耶稣讲我是，即个以色列百姓一定知影耶稣咧讲啥，嘛一定知影耶稣的身份是弥赛亚，我是。总是圣经却记载，即个群众讲啊，即个人吼，伊毋是个什物上帝囝，即个人伊赶鬼是靠着迄鬼王啊。别母师来赶王，伊少莫听伊的话啦。伊无什物上帝官兵的身份啦，上帝囝时莫听伊的话啊。了解，变是伊拢用因的认知的弥赛亚来敲罪来毋望，却毋知影活跳跳的耶稣，就是徛伫伊面前，伊就是无愿意接受。迄出当时的百姓真固执，真自以为是来看伊所有的弥赛亚。你看这，愿意听耶稣的声，是谦卑生命的开始。主耶稣大声看到西门彼得甲安德烈这对掠伊的兄弟，伊首先因讲话。主耶稣首先这两个采取行动，这就是呼召。这个呼召是出于耶稣本身的决定甲伊的竞选，并毋是西门彼得甲安提咧讲：“耶稣啊，你来做我的学生啊，我来做你的学生好无？你收我做学生无？”毋是，是耶稣亲自警调。决定因两个，决定因两个就要创啊，互因有机会参与着上帝国拯救灵魂福音的工作。所以了这咱看到，对耶稣的行大中间，你看到啥物？耶稣听世间人，伊无看你的身份，无看你徛伫啥物所在，徛伫风景。徛伫海边，徛普通的所在，上帝无看你的环境，上帝看你这人是毋是愿意来对伊行。所以对安尼看到，耶稣是一个谦卑的生命，伊听每一个人，搁一届甲你隔壁讲，耶稣听你嘛听我，会袂来？耶稣甲因讲来对我。但对我的意思是啊，原文的意思是，对是啊，来对伫我后边行，毋是徛伫我头前行。若徛我头前行，就是变你带我行，来对我伫我后壁对我行。耶稣用互咱真熟悉的掠伊的人来工课，来披露
伊将来丰盛的祝福。什么丰盛的祝福？耶稣甲因讲啊啦，要叫恁得人若得去呀。另外这两个人，其实后尾啊，记载约翰甲约翰甲雅各，咱看到，因原本的工课是甲福音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总是耶稣听因，互因有机会参与着拯救人灵魂的工课，这是真尊贵的呼召。总是因愿意谦卑顺服耶稣对因的呼召，互因成做起造教会的门徒。今日起造教会的门徒，成做拯救人灵魂的这个人是啥物人？就是你啊！你就是迄约翰，你就是雅各，你就是迄西门彼得，你就是迄安提勒。上帝就是要看你。袂看你的身份，袂看你的地位，袂看你徛去什么所在，伊看你是毋是愿意。当耶稣咧甲你叫，你要当作毋听的，还是当作耶稣？我伫遮，请你呼召我。你就会当成做上帝伟大工程的一个真要紧的工课人。韩国爱德教会牧师约翰钦。而且一本书叫《唤醒平信徒》，伊讲上帝呼召这掠鱼的人是啥物？耶稣用真有眼光的做法，看到埋葬伫平凡的中间有一个真大的前人，耶稣无淡薄仔犹豫，通过这个平凡的人，要产生天国的梦的人，也意思讲，上帝要看这个你我像普通人共款，咱的身躯顶有蕴藏的咱无限的潜力，要通过你我这平凡，要做无平凡的工课，就是要为着上帝国的福音来行，通过你的做，互上帝国的起造伫这地面上落实。阿们。所以你有要紧无？你有要紧无？你有要紧无？你就是迄个天国所敬的人。你愿意听见耶稣咧甲呼召，来对我，啊是咧甲耶稣，莫啦，我含慢，喙唇含慢做。牧师讲甲我讲的，当要教会长老要开小的推荐，我去读圣人医生，甲长老讲，长老啊，阮阵的哦，等下迄个推荐来毋通过啦。我讲你毋通互伊过呢，阮爸先做骹手呢哦。长老还袂开话，先甲长老叫到边啊，讲长老啊，迄个阵的迄个推荐圣人医读册啊，你毋通我过呢。哇，阮阵的哦，含慢啦，有含慢无？有哦。感谢主，恁接纳这个含慢的牧师啦。毋知恁看毋对啊，是安怎敬毋对人？总是的，这上帝要敬你，敬这个平凡的掠鱼的人，做上帝伟大的工课。伊将参与灵魂拯救、起造教会工课，放伫你的头前，放伫你的面前，伊咧甲叫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对我。来对我行天国的路，我要互恁的丰盛，亲像恁的职业共款，掠鱼坐甲钱得人像你掠鱼遐尼丰盛。亲像约翰福音书第10章，主耶稣应允咱的话，讲我来是要互伊有活，阁有丰盛。对嘛？这咱看到尾啊。西门彼得，伫一届讲道中间啦，3000人悔改洗礼，这就是应验了耶稣对西门彼得来讲：“你
你要得人若得去，我要互你亲像得人若得去。你看这，咱若愿意放下咱手中的希望，来对耶稣行，耶稣要互你丰盛。阿门。所以你看这，耶稣对迄亚裔的人有独具慧眼，看到西门彼得，伊嘛看到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。咱看到这四个人，伊是真平凡的亚裔的人，就是因愿意听见耶稣的呼召，放下因手中的希望。这个希望这个存折是过去因生活趁食的家私的，这对这个亚裔的人来讲真要紧的，趁一个家私的。可能这个家私，这个希存希望是因开真济钱来去购买的，就是当耶稣讲来啊，来对我，咱看到因就安那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。你看这，咱的人生中间有啥物你看做要紧的无？我看做要紧的，我的人脉，我的人脉，我的财产，有人看钱拿命呢。有人看我熟悉经验，我做总经理咧，我做啥？熟悉经验，啊是有人自认讲，我会聪明智慧的。有人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莫看我安尼呢，我这个性若无较欠卡的，人会看我无呢？看伊迄气，看伊的脾气，做要紧，做骄傲。你看这，咱看到。咱若愿意放下咱这俗迄气的性命，咱若无伫耶稣面前愿意放下咱看做要紧的条件，咱就无度领受耶稣基督予咱的祝福，丰盛的祝福。安尼，这是一件真可笑的代志。你看这，耶稣甲阿伯兰讲啦，咱来看创世纪第12章咧讲。你着，咱做来读一遍来。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，去我所指示你的地。上帝对亚伯兰讲的，毋是一个命令尔，乃是带有应允的。你看这，上帝呼召这对翁仔某，原本是无愿望的，却要成做伊的百姓。上帝要求亚伯兰放下伊的亲族老爸家，这伫过去传统社会是真挑战的，因为过去伊所挖过的这亲族、老爸势力、老爸资财，是成做伊安全的保障。就是伊要冒着真大的危险，去跟对上帝呼召。上帝爱伊讲：恁相信我。了解，咱愿意放下咱用人看出安全感的物件，还是因素来对耶稣无？当咱愿意放下，咱较会当勇敢脱离悲惨的人生，咱较有愿望的机会。阿门。你看这，前礼拜牧师受派去到蚵仔寮教会，代表咱教会接受1919基督教救助协会的感谢状。因一个执事甲讲。牧师啊，阮的海钱要传落去真辛苦。无阮做这社区是讲，互这弱势者真得到帮助，但真受激励。伊嘛知影耶稣基督教信仰是真好，不过好哪咧好咧，就是毋敢行入教会，敢惊讲入教会会亲像咧刷着共款。因无愿意放下因过去看做要紧的民间宗教信仰，惊讲我放下我的信耶稣。会受到什么咒诅？你看这，互伊伫人生中间行袂出创伤，行袂出迄个愿望的祝福。你看这，咱爱挖靠圣神，咱爱放下咱家己挖靠圣神，放下你我的旧的生命甲价值观，互咱的新的生命成做上帝所祝福的，互新的生命伫咱的中间来兴起。正如以弗所书第4章20甲20节，安尼讲，就是论到情的行做，恁
烫起旧的人，就是照引诱人的需要得败坏的；个恁心神换新成迄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。对啊，这真侪基督徒拢掠到表白讲，我是军队基督的人，真正讲我来教会洗礼啊，就是洗礼啊，来教会啊，真好。总是耶稣的脚业，你有跟对着无？耶稣的真理，你有行着无？所以，当我的性命，愿你放下一切，愿你为着用上帝真理来悔改时，了解悔改带来新的生命，真理带来新的愿望。阿门。甲你隔壁来讲，真理带来新的愿望。当咱会知影圣经对假是无合上帝心意的，咱愿意放下成见来悔改，来认罪。我定讲知罪、知罪、悔罪。来对我说讲知罪、认罪、悔罪。国语讲知罪、认罪、悔罪。知影罪，认迄个罪，悔改迄个罪，就悔改就改变迄个罪。亲像启示录第2章咧讲，咱做伙来念预备来。所以着记得你对大乐跋落来，着反悔，来行你祈祷的所行。若无安尼，你若无反悔，我要到你遐刷去你的灯台，离开你的位。所以像这咱看，人若无悔改，上帝原本互咱的眼睛的灯台一片光明。就是当人无愿意悔改时，上帝嘛讲，伊要将咱眼睛的灯台刷去啊！灯台刷去会像哪？黑暗啊！伫黑暗的人，伫黑暗中间，毋是弄着壁，着踢着倒啊角。世界你的生命会真凄惨，真黑暗。所以了这咱看到，今日耶稣呼召这世的目标，互咱一个真好的模样，就是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，互咱完全跟随。所以这世的门徒，互咱一个真好的模样。第一，因完全放下；第二，因马上跟随；第三，因毫无犹豫的跟随耶稣。了解这？今日暗时可能有人讲啊，牧师，2023年啊，哦，我要去迄个跨年晚会。真好啦，嘛是好。总是咱做一个上帝的囝儿，耶稣学生。咱来学习这世的门徒，放下一切来跟对主，注目看主，行伫主的后面来跟对伊的脚步。我相信，当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对上帝，以马年将是稳定的年。愿上帝祝福咱，以马年6日拢是好日。愿上帝施恩祝福，听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施恩听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你呼召西门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，当因听见耶稣的声，因愿意谦卑来跟对。主啊，你永远互因得人落地去，这么丰盛稳定，主我嘛要。以今年的2023年，无论阮的人生一年中间有发生互阮艰苦事、无顺的事、欢喜的事，主阮拢愿意放下，阮拢要举起阮的耳孔来听见主你呼召的声。我要对伫主你后面来行，行伫上帝你看做欢喜的道路，互阮领受上帝你对天的丰盛祝福。愿主你施恩祝福，听阮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来守圣餐。圣诗，咱要来吟圣诗，请咱起立。
演出的听我。永安的笑容，永安的笑容，永安的来笑亮的。谁看的眼我快乐苦乐，几乎足穷的眼望无言更，我被狠心求的胸真心，唐人王菩萨，唐人王菩萨，唐人王来菩萨里，我踏进边城，因我救苦的，胸隆隆迎喜，为你荣华里，有自在我为用心不移，提高你过来，提高你过来，提高你过来演习。咱请坐。伫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于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前来兄弟姊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应伊问题的人，今仔归应伊的人讲问题的话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是活命饼，就凭我的我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坠单。就凭我的我断无击杀伊。”所以，所听兄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说明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受，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互每一暝有摕饼，就是讲。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佮捧杯，安尼讲，即个杯是湿着，为恁的血所设立的。恁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大概食这饼，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伫咱还未甲主同坐道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了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审判阮，也审判这个摆伫你面前所手术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的恩典得到帮赞，互阮通成做属灵的培养。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，通荣光你的名。阮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所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咱请同工来服侍。
若是假使你已经洗礼，无论你属对一个教派，是智信会也好，是灵粮堂也好，无论你属对一个教派，欢迎你今日早起教主同齐道。当咱对长老手中接受着圣体的时，咱伫主面前就爱谦卑认罪，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。无论你今日你属伫任何一个教派，欢迎你教主同齐道。当咱对长老手中领受这个饼的时，咱通伫主面前谦卑认罪祈祷，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听，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有你所拍破的，你着今日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耶稣盘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。用我的血所流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咱请咱的长老来服侍。今日，咱遐教主同齐道，无论你是对一个教派洗礼，欢迎你今仔早起教主同齐道领受主的圣杯。而咱领受时，咱着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认罪祈祷，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。
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流的，你着今日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有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对阮极大的疼，互阮通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，阮真正是你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，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国的福的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再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打了后通荣光你。阮同心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做圣餐的奉献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通过圣囝道成肉体，为阮的罪受定伫世界，流出宝血，牺牲伊的性命，救赎阮的罪。主，阮通过这个圣餐礼拜，阮为了圣餐奉献，恳求主你圣化这金钱。互阮诚做主你圣教的内容，通荣光主你的性命。阮以主面前同心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咱去来唱一首祝福车恳。Amen.
祝祷咱请洪牧师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祝福。愿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成就。愿全能上帝爸囝圣神恩典点伫恁顶面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闭会、默祷、散会。